香港係一座競爭激烈嘅城市，教育被視為通往成功嘅唯一途徑。課室、補習社、考試構成咗香港學生主要嘅日常生活。但係呢份繁榮嘅背後，卻隱藏着無數未被聽見嘅聲音。香港中學生面臨住點樣嘅問題呢？2026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與香港心理健康協會聯合開展咗一項調查，發現喺受訪嘅青少年中，高達 43.5% 嘅人受中度至重度抑鬱症影響，而大約有 32.7% 嘅人受中度至重度焦慮症嘅影響。香港學生嘅心理問題唔單單淨係一個個人問題，都係香港嘅社會問題，反映咗香港嘅教育制度同埋香港嘅社會價值觀。作為城市未來嘅人才，青少年嘅聲音是否應該在社會中被重視呢？咁又如何先可以改善青少年嘅心理健康問題呢？香港學生嘅心理健康問題喺香港社會一直都備受關注。在2023年嘅報導中指出，過去10年間，學生自殺人數急增2倍，遠超同期整體人口自殺死亡嘅 6% 增幅。2023年更按年增加 28% 至32宗，達到至少10年嘅高位。政府解釋升幅係由於學生經歷疫情學習後再重返校園時適應困難所致。而事實上，在2019年，香港政府為咗應對青少年嘅自殺問題，開始實施一校兩社工嘅政策。在香港青年團隊聯合會2024年嘅調查顯示，喺學校青少年傾向於同學接觸較為緊密，與社工嘅接觸相對較少。喺家中，青少年普遍感受到家人嘅關心，但係不願與父母討論心理健康問題。喺網絡上面，大多數青少年可以喺社群媒體上面揾到共鳴，但係難以揾到可以傾訴或尋求幫助嘅人。更令人擔憂嘅係2026年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與香港心理健康協會共同進行嘅一項調查發現，超過一半嘅青少年不會尋求專業嘅幫助，反而依賴 AI 嘅傾訴。有部分人擔心呢反映出校園與社區嘅支援不足，同埋反映咗社會對心理健康嘅不重視。小明係一位香港中學生，佢表示時常感覺到壓力與焦慮。而家啲校園生活咧，嗰啲壓力都好大嘅。日日朝早返到學校咧，就又會同佢哋競爭。有時候真係覺得去學校唔係學緊嘢，而係同佢哋比緊賽。小明表示，香港嘅校園生活競爭激烈，因為驚被淘汰嘅心理引起咗佢嘅焦慮同埋壓力。然後平時就壓力好大嘅時候，都想同人哋傾下偈啊，就係釋放下啲壓力㗎嘛。但係同阿爸阿媽咧又唔敢講，然後啲社工又唔會主動同我哋去溝通咯，就平時都揾唔到人去講呢啲我哋嘅煩惱，所以我哋可能平時都係同啲 AI 傾下偈啊。小明話：校園社工不會主動詢問學生嘅心理狀況，而有些學生因為自尊感嘅問題，不會輕易向他人傾訴，從而尋求 AI 嘅幫助。尋求 AI 嘅幫助未必係最好嘅選擇， AI 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心理問題。沉默的迴響值得被聽見。青少年依賴 AI 求助，反映嘅係對身邊人嘅失望。他們的沉默並非因為他們沒有嘗試溝通，而係因為社會、家庭或學校嘅不重視，忽略咗他們的聲音，造成咗一種無聲的聲音。呢種沉默的迴響警示我哋應該要開始注意重視青少年的聲音。家庭需要建立開放嘅溝通環境，父母應該理解學生嘅壓力。學校教師與社工應該積極關心學生嘅情緒狀況，
社會與政府應該投入更多嘅資源，提供心理健康支援，消除對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問題嘅污名化。從家庭到校園，從社區到政府，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改變嘅一部分，讓沉默不再是孤獨，而係希望嘅開始。